家好，你即马拍谱啊是啥物意思？拍搁较紧是啥物意思？嘿，想要互我听讲两种谱甲写无共款，是安尼哟。是要甲你讲，咱有一件做逐日拍谱仔的代志。做逐日拍谱仔的代志。对啊，你敢要摇看觅？咱迄阿夸面冲入去排行榜。这是爱替阿宽面拍谱的，但我拄则拍谱是替咱两个拍谱啊。替咱两个拍谱啊。对啊，敢讲是主管感受到咱的辛苦，要替咱无即种代志。安尼，佫有啥物代志好拍谱啊？你知影今日几号哦？今仔日5月初5月初对啦，5月初啦。5月初有一件做逐日纪念的代志啊。逐日纪念旧年哦，准年嘛会使啦。准年到底是啥啦？哦，咱拍个是2岁啊吼，咱2周年啊呢。啥2岁啊？对啊，意思就是讲我甲你斗阵2年啊，我敢袂听过啦。哦，听到没有？恁知影我偌委屈哦，我忍受2冬啊。啥物你忍受？我就无忍受就对啊。也是忍，忍，是忍。你会听到没有？甲你讲，你会使忍吼，袂但你会使忍，喙爱闭起来，你会使L，是忍甲忍，喙拢爱合起来。好啦，听到没有？真欢喜咧，阮已经2岁啊！感谢恁一路安尼陪伴阮。哇，对啊，多谢大家。若是因为阿宽面再来听阮的遮的新朋友吼，阮已经2冬啊，有做侪集当听，恁才去听看觅咧吼。对啊，对啊。无听无要紧，甲阮点者，互阮搁冲起一下，互阮搁送一礼拜。后来，就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台开拍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知影？咱顶一集的迄小编听你讲啊，马铃的字的代志，所侪网友来回应咧。哦，真是，想不到马铃字遮尔侪人有回应。对啊，因咧讨论讲马铃字是安怎念？就马铃字呀。无，因讲佫有2种念法。哦，对，因为就是是啥物念法？我先来讲这 M 网友。好，这 M 网友伊讲吼，因同事啊，就讲马铃字叫杨字。杨字。对，伊讲马铃字是台语直翻的啦。伊讲歹势，因为伊家己嘛毋知影马铃字的台语，我是听同事讲的，所以我就想要甲黑白边分享。哦，而且伊个讲一句话哦。伊讲黑边要甲你讲一个代志，你讲台语的时阵，甲我国校的同学足像的，恁的腔、恁的台语的音甲开口拢共款，足神奇的。但是恁两个声无共款，所以我即摆咧听你讲话，拢真正若像咧听我迄国校的同学讲话共款。当然啦，声当然嘛无共款啦，共款我就是恁同学啊。其实我是恁同学啦，声无共款。其实我是恁同学啦，我甲你骗你啦，你知无？伊讲伊是台中的沙鹿的人，伊甲伊做伙读国校啊，国中啊，高中伊就搬去中华大。你看别空啊，你看。我住中华叫伊发现啊，但是伊讲台语的开口甲腔是自细汉来安尼，毋是因为去住中华才变中华的腔。不离个因老母啊，因同学的妈妈，因同学的妈妈是家人，因爸爸是台南人安尼啦。非得吼，就是听着我咧讲话，就若像伊听着伊甲伊熟悉20年的朋友咧讲话啦。伊真正做拼死伫咧练台语哦。不离个伊甲伊连续听，所以拢爱单做一集听的。所以等下你听即集的时阵吼，毋知影已经是当时的啦。毋过安尼，一个北部，一个南部，所以伊住中部，所以就有中部腔安尼产生出来，无好笑。但是我感觉大个所在可能会啊，因为你的同学啊，厝边隔壁，你耍的时阵可能会去影响到讲话的口音啊。阮这就是，所以台中甲中华就是拢共款，无嘛，感觉有淡薄仔无共。那安尼是安怎？伊可能就是爱我啦，伊的同学自细汉就会讲中华腔，无伊就是爱我安尼尔，伊只是想要调工甲我讲，伊同学甲我足像的安尼，伊只是要表达伊爱我。你食醋呢？无，绝对无。网友，我绝对无食你的醋。无要紧，你继续诶。伊头拄仔讲迄马铃字佮杨字，迄网络顶讲佮有别个讲法。啥物讲法？有人讲是荷兰籍有，那就是因为迄当阵是荷兰人，就是炸过来。因炸过来了，就是伫咱遮报警，
对对对，啊，佫有一个是番啊番薯，我那韩字这番薯歹听啦吼，歹听，恁逐个人毋通学哈，毋通莫讲，阮这是甲迄历史的讲法来甲恁讲一下安尼。对啦，而且我甲你讲吼，嘿为虾米我会讲马铃薯，对，就是因为阮老师啊，伫咧上课的时间，伊就放迄动画互阮看，动画对，迄个主角就是马铃薯狗，马铃薯狗，对马铃薯狗，对，马铃薯狗，马铃薯甲狗的结合。马的铃，马你妈咧，愈看愈远好无？马铃薯狗，OK 对，OK，啊，内底就是足济迄动物甲菜色啊、果子做结合安尼。马铃薯狗啊，敢有菜头猪，无菜头猪，有迄啦，什物番薯气味，番薯，啊，敢有贡丸鸟翅，就甲伊讲菜色甲果子哩安尼。我想要食贡丸。好啦，而且要讲就是咱迄工毋是讲，就是讲着迄个马铃薯节。对结果啊，就是有网友哦，随甲咱回馈哦，伊讲听完今日的节目了后，白边分享菜头刀，咱那是菜头刀，台湾朋友菜马铃薯，拜托诶，老话顺较正经诶。伊讲因伫咧高雄美浓啊，寒天会使燜迄菜头，哦，而且因佫有一个真特别的节是10月份人武的所在有迄菱角节，哦，会当报名燜菱角，满菱角，啊，佫有八菱角的体验哦，菱角足甜的呢，对啊，而且我拢食迄，八好诶，3好诶哦，对对对，袂紧上。无啊，阮阿母就煮迄汤啊，啊，就免白壳啊。白面阿母，我嘛想要食。伊讲佫有牛菜会当翕相，而且伊讲因囝上爱的就是伫迄什物，咧鼻啊，掠胡溜，对，掠好溜了中昼食迄菱角餐，是做特别的体验。哇，听起来袂歹哦。哦，伊讲着我，伊讲乌边讲着台语文化的传承，特别使人感动。以前无熟悉阿夸面，即摆试看卖来听这 hip hop 的歌，听你的节目真正足欢喜的。伊后壁佫囥一个爱心。哦，好啦，啊，这个网友敢有好无，伊无号名，伊无刻名，伊就写网友回馈安尼。哦对，啊无另外一个互你念，这 J 网友的互你念。 ，J 网友吼，对，好，J 网友讲听黑白边咧搭喙鼓，真正足好笑的。啊，而且伊嘛听咱的频道听足久啊，每一集拢会听，所以伊感觉咱就是为着这个推广台语的坚持。虽然讲有时歌，你是咧讲啥？这网友歹势吼，伊甲你的这写的拢黑白念。好啦好啦，哎，伊就是要感谢咱为着台语推广的坚持。对，其实有一寡的语调是啥物意思？可能是讲迄啦，就是腔无共口所在，哟嘿，有无共的音哦，嘛。迄腔口的所在，因为无共所在，所以无共款。要改真正是小可困难。即个网友讲伊的标准的台南腔，基本上听起来应该足亲切的。虽然讲要全部讲台语，也是有淡薄仔困难，啊，毋过伊会尽量啦。就是希望会当向全台语的方向来拍拼。搁一摆感谢黑白边陪伴我上下，陪伴伊上下班赛车的时间。感谢伊听咧弄着我来讲。这网友这网友赛车的设计。J One，你甲人个名念出来，B，伊老话有写啊，这公开的老话，咱网友去看就看着。好好好，还有一个啊，写互你的，你念看卖啊。这玉啊，玉啊，哎呀，哦，玉啊讲黑白边恁好，听到恁咧讲斗南的马铃薯，有一种惊喜的感觉，因为我就是正港的斗南人。马铃薯节办的所在，就是因的隔壁的夭寿哦，原来遮尔近，对啊，早前叫你炸马铃薯来的。伊讲伊脑毛精咧，是哦，对，哦，而且伊佫讲斗南生产的马铃薯，就是台湾制作迄这个叫啥马铃薯片，饼啦，就是迄个饼，嘿啦，就是供应商，嘿对，而且品质真好。希望讲咱后摆有机会会当搁去婚林行看卖，行什么看卖？行看看诶，行看卖怎？你是想要食看卖对无？你的心内想食看？有啊，你甲你的地址写落来哈，阮连个去婚里面时阵直接行入去哈。我要偌济马铃去做你哦，对，我要去食看卖哦。哦，讲到这，我顶下袂记你甲你讲，嘿，你敢毋知影马铃薯有别款色哦？
什么色？毋是的，安尼有白色的啊，你讲切开还是讲外形？就是伊迄个肉，哦，切开的时阵，对，有白色的，那个有啥？还有红色的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你讲甲韩字共款，就是小块黄安尼，小块是迄种韩字，主要是进进口的迄种色。哦，啊，我顶解去学的，主要是白色的。进口的迄种色，啊，在地是啥物色？乌的，在地有足侪种色的，就是我伫迄个市场有卖姜仔色的，姜仔色的，对，啊，煮起来汤就变安尼，对，哎哟，有色安尼，我就买几粒安尼煮米线汤，哟，啊，食起来是共款的，对，食起来共款，无特别的。其他的，譬如讲姜仔色食起来淡薄仔酸，食起来较甜诶，都无味啊，所以无啊，共款安尼米爽爽安尼，对，哦，安尼就无啥物啊，也无我去 Google 伊讲迄菜色的马铃薯，嘿，去高级的法国餐厅才食有，高级的法国餐厅才食有呢，就是专门供应互因的安尼。你确定你顶解真正无讲过？无啊，哦，好，好，过来是另外一个姓张的网友要甲咱分享，伊讲因公山。有迄拿卡花，对啊，伊要邀请咱两个去踅者，但是你敢知？伊开始的时间就是咱这集节目播出的时阵，啥物啊？而且计大家就结束啊！听众朋友啊，我无法度请假，你想慢甲我讲啊吼，你应该较早甲我讲诶。而且我以前就捌听过，你以前就听过啊？对啊，因为你高雄的时阵啊，就是大概就是公山这一年哦，你当时伫高雄，无甲你讲啊。当时偷偷啊走去高雄，就有一届走去高雄，所以你有参加过？无我嘛袂记，你嘛知我脑雾，就是非得伊就是差不多一两天的活动。啊，你刚才在拿卡会安怎来？咱先说来甲大家讲一下拿卡会的历史。好啊，拿卡会的历史。好，就是咱河洛人啊，若是咧赶市集即种物件，就叫市啊，还是叫牛戏，还是即种拿卡会。拿卡会，对。啊，伊尾啊，就是因即个所在，就是即种市啊，你买物件拢是甲牛啊，还是讲就是拿啊、竹编的即种物件有关系。哦，啊，所以即摆这拿卡会敢若剩公山即个所在才有尔。哇，这特别。对啊，是一种就是古早社会一种商业贸易的活动，嘛是庄卡的人迄当阵上重要的活动之一。哦，对啊，而且囡仔人想要倒落来啦，看迄有诶无诶，就是爱去即个所在。哦。敢若庙会安尼，对啊，即摆现主时啊，即摆即个时代就变做讲若像一个超级大夜市啊，一条安尼长落落哦，行甲卡长去迄种诶。所以伊是暗时才有，对，伊是暗时诶。伊即时间有，我嘛毋知呢。我听到诶是西亚子啦。哦，对啊，但是袂歹呢。伊这伫公山诶时阵啊，伊个有就是保留一寡，就是伫卖这竹编诶物件。哦，对，就是像迄什物。竹仔做诶迄拿啊，还是讲什物收物件啊？但是伊嘛有卖迄牛伫犁田诶迄种物件啊，是哦，对啊，啊，还有一寡鱼棒啊、山药草安尼。哦，但是伊拢是来摆一个艺术诶。伊讲就是伊人客足少诶。但是伊感觉讲迄是一个传统，伊咧家留落来，所以因就是每一年爱参加。对，所以因每一年诶时阵嘛是拢过去参加即个物件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啊，感谢听众朋友分享一寡就是遮尔精彩、遮尔就是五花杂色。精彩活动啦。对啊，精彩活动，各地拢真正有即种足趣味诶。我嘛想着讲，阮中华其实有一个餐厅叫什物牛戏什物餐厅，中华有。对啊，我知影敢若是北港的牛戏，毋是啊，伫阮云林八高山的山顶有一个什物，为伫迄个餐厅就是伊门口是放一台牛车，啊入去的时阵会使游迄个牛车，啊伊就是一个店，游迄个牛车是啥物意思？有敢有牛？无啊，你人去游啊，啊，所以是爱体验。你做牛的感觉，啊，伫山顶啊，啊，恁去食迄个餐厅，就来当去溜迄八高山，咱台湾上长的迄楚留龙。即摆敢有？有啊，即摆佫有啊。哦，爱记啊，裤爱穿较高咧，而且爱粗纸帮啊，若无撸落来尻川会烧去哦。我讲真诶，我都正经咧分享，阮管你毋使物件，你这人是不是态度？你较正经吼。毋是，我会想着迄个画面，小尻川诶画面。真诶哦，啊，是有迄爸爸妈妈你要恁囡仔较细汉，你会抱咧吼，就是爱较细致安尼。啊，阮桃园嘛有啥物小尻川诶物件？
桃园有迄什么米瓜节啊？因为桃园都是有一寡迄什么婚林啊，是婚林吗？毋是婚男，婚男缅甸遐对，就是因婚林，你做想要去婚林没有？搁要去？啊，袂啦，明年再继续。缅甸对，就是缅甸啊，插电用电。多谢。就是因的传统的一寡迄好食物啦。虽然讲我嘛无参加过，我敢若听过尔。对，就是即马就变做一种真大的一个活动。是毋是？甲迄就是每一年的台北车头会有迄就是大家拢坐伫遐，就是聚会迄种，差不多迄种感觉。就是迄一寡其他地区的移民，可能差不多是迄种感觉。但是伊嘛变做一个就是政府会办的活动啊。对啦，佮想说要甲你讲一个消息，佮有一个消息，对啊，今日的消息足济呢。对啊，要甲恁讲就是咱的好朋友，对，单体赛先生。哇，体赛就久无听到你的消息啦呢。迄工小编就去甲伊留话，结果伊就回讲，伊袂去甲咱讲，伊旧年的迄台语认证。考过4万啊呢！哇，厉害啦！听到朋友哦，听阮的电台真正会使考好哦，考起报警，报警！你若听到阮安尼，拢听有安尼，到时阵就是你去听迄考试的题目的时阵，你就拢听有啊啦，对啊哈？对啦，对，体赛报警。好啦，头前讲者，我就是这集是小编听你讲的。对呢，你无讲我佫无想到。对啊，毋是要准备要凉皮？等咧凉皮进前我有一个问题，佫有啥物问题啦？问题了呢？紧讲啊，时间足无贵呢。毋是啊，即个月咱的主题敢毋是要讲劳工？但是拄则我看迄批内容，那像毋是呢？哎哟，这个故事我来讲，来怪迄学姐啦，学姐是伊讲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因为学姐伊讲吼，伊进前拜完拢迄件代志，因为有人听知影讲迄个故事是咧讲伊，是哦，对。后来伊就去听咱的节目，对头开始听，就是拄第一集吧，就是咱的 EP 控开始听，而且知影讲有啥物配信这个单元，所以才想讲规气伊来投稿好啊。顺续甲大家交代伊即摆的状况安尼，而且伊讲伊到时阵伊母亲节登去厝的时阵，伊就免甲因老母加讲啥，直接放互伊听安尼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学这真巧哦。对啊，所以请问即摆我敢会当凉皮啊哈？好，请好，听众朋友，这是中华学姐写来批。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就是拜月老迄集的主角学姐啦。若是毋知的人吼，恁会当去听看卖咧哦。我绝对袂讲即句是黑边叫我一定爱写的。原本无咧听 Podcast 的关系，若毋是因为黑边通知讲我的故事互伊摕去用，我真正是无听过。尾啊，我就为着要表示讲对因的支持，所以我就对头开始听，才发现讲有即个写批的单元。听到进前打开始的时阵，母亲节网友的分享，我听甲是足感动的。原来阁有即个形式会当安尼用，甲阮阿爸讲伊细汉的时阵会写批去电台点歌互爱人仔听共款，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讲要写批来。到时阵回去厝，直接放互阮老母听啦。阿母从来毋捌想过讲会用即个形式写批互你，平常时嘛无咧讲啥物较大心的话，因为咱拢是较袂直接讲出嘴的人。今年你满60岁啊，希望你身体健康，会当食饱字。恁查某囝今年已经袂细汉啊，虽然讲我还袂嫁，但是目前身躯边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。即摆的时代无一定爱结婚，阮两人原本就是朋友。互相关心，互相鼓励，生活嘛算有伴啦，至少袂孤单。而且我今年嘛买一间家己的厝咯，虽然只不过是一间老公寓，但是至少有一个稳定的所在。你嘛免烦恼贷款的问题，我家己选择的就爱家己承担。我知影当初时甲你讲要刷户口的时阵，你若欢喜，但是嘛若艰苦。欢喜查某囝有出脱买厝咯，但是嘛艰苦，囝儿有家己的家庭，你会孤单。我要甲你讲，千万毋通烦恼。我甲这小弟，无论住倒位，有你伫个所在，才是阮真正的家。母啊，母亲节快乐哦！伊买厝呢，你无甲我讲呢？所以重点是买厝哦。明明就足感动的，我你讲者，你讲你足感动吼，但是我重点是伊买厝无甲我讲呢。甲你讲要创啥？你要去算吼？我要去算啊，爱去共人吞的啊。那毋是讲买厝，就是爱共人吞的。
而且重点是吞吞的是啥物意思？去因兜甲伊吞吞的啊，安尼就是因兜较有人的感觉啊，活力。你捌听过啊？我毋捌听过，我较听过叫囡仔去眠床哦，吞眠床啊，无啦，吞眠床是要叫伊生囝啊，我无啦，我是要去吞因兜。安尼还送啥物礼物互伊啊？哇，知你甲你阿姐较熟啊！阿姐，你先甲我讲你买伫倒吼，然后伤远我是无爱去啊。看做没有，也是你有其他就是推荐送互迄买厝的朋友的人的礼物，你才甲我讲。我个人认为包钱较实在啦。对啊，家己应用。对啊，那歹势讲啊，比如讲我若阮兜欠迄扫涂骹机器人，结果你甲我买一台8千的，结果想要2万呢。哇！我敢会使甲你讲，你送来收落，对无？安尼是怪怪。好啦，无你就包一个红包，意思意思啦。伊若伫迄台北新北的有无？这北部我会当去，我个包一个红包互伊。嘿，啊，袂当去，我就汇款啊，无法度啦。无你到底是？我来你去念批啊！你给我摕一条批呢？无啦，先讲一个心得诶，就是白白你嘛毋是说好闲讲，学姐即摆咧创啥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是毋知即摆创啥，就是你伊讲诶，即摆身躯边有一个稳定诶对象。嘿啦，感情有一个寄托就好啊。寄托、寄托。哦，歹势，寄托。安尼，这看起来是外脑有处理过诶哦。因为听讲已经一段时间啊。哦，真诶呢？对啊，你话若无拄个胖见啊？你会学姐找倒来。好啦，安尼。母亲节部分，我看相信学姐妈妈你有听到啦吼，会当放心啦啦。爱想会放互学姐妈妈听，伊家己放哦。嘿啊，家己放啊。哎呀，姐妈你好啊，你会刚才去恁兜佚佗呢，真久无看啊。真久无看就好就对啊。你刚才我是想，好啦，安尼换你啊，你还想要一条批？对啊，还有第2张批。好，请。第2张批是桃园的阿峰写来。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阿母，我阿峰啦。虽然你已经离开2年外，不过我对你的思念会永远藏伫心内。真可惜，你早早就因为破病离开，无通互你享福着。即马想起来，你一世人拢过甲真辛苦，有5个囡仔爱饲。我嘛伫高中就离开厝内，一个人来到桃园读册兼做工，尾仔就伫遮熟识阮翁。后来嘛结婚生囝，一年会当回去陪你的时间，10支手指头啊拢算会出来。真是的，我这尔不好，逐摆回去你拢会做土豆糖，互我炸回去桃园。我会分一寡互厝边甲同事，大家拢哪食哪学乐，我嘛感觉真有面子。但是你破病后就无体力做啊。毋过你放心，我会继承你的手艺，甲你的味传落去。想起你做对年迄个时阵，我有去梦着你哦。梦中的你，就甲还未破病进前同款健康，行路毋免夹拐啊。我想你伫迄个世界一定是无病无痛、无烦无恼。会记你伫梦中，你是甲阮查某囝同坐高铁转来，我阁问你巴肚的枵无？你小可点头，我就讲灶骹电锅有包仔，我去摕互你食。结果我回头去摕包仔。转来你就消失啦，阿母，你若是有代志，一定要甲我讲哦。无亲切到啊，希望你伫迄个世界一切拢好，毋免烦恼我，永远爱你的查某囝阿峰。哦，哇，是一张，这真正是说，哇，就毕的。我想感觉做下唱一条歌诶。我哪像知影你要唱倒一条哦？好啦，无安尼啦，安尼啦，我来讲，好。这礼拜母亲节，咱这部播出了的，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啊。对，咱特别来唱歌送互大家，你感觉好无？我感觉逐礼拜拢咧唱歌。好啦，你继续讲。无要紧啊，逐礼拜拢唱。毋过唱歌我无准备呢。嘿，有啥要紧？你著莫唱伤好啊，因为你若有准备唱伤好，会叫人过。哦，嘛是呢。好啦，啊无你先开始。确定哦，安尼我要唱啊。你确定你会接落去吼？嘿，我尽量啦，你先唱。呀，你我心情切换都艰苦诶。我要唱啊！好，你唱。我最紧张，毋知你要唱啥。你讲你知呢？你搁讲你知？啊，都无确定啊。好，这做呼应阿峰写来批。好，来哦。好，来到故乡的爱花。景色悠远隆重无变化，
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友好时段，毋免等后行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输赢，为着啥家己毋知影？你若要友好时段，毋免等好行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毋通等成功要来吃，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伫遐，哭出声，无人惜命命。哇，这真正就悲伤的呢，无法度录啊，无法度录啊。想要啊，咱著哭到遮，听到朋友今仔日著哭到遮。对，今仔日就哭到遮吼，多谢大家。袂使咱较正经诶，嘛想要嘛是较正经诶啊！各位听众朋友啊，等下节目听了紧打电话啊，打电话给我妈妈。啊，若是有要登去吼，甲登去诶时阵，拜托甲恁老母揽一下嘿。对，爱就爱表现出来。好，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遮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要批信，做回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这是甲迄历史的讲法来甲恁讲一下安尼。对啦，对。从啥？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啊，感谢听众朋友甲阮分享，就是各地一寡有诶无诶即种，毋通讲有诶无诶啊。哦，即个加掉。恁皮糖，嘿，恁着真正连皮啊？我毋知呢，因为阮母啊，就是细汉拢讲莫去比亚遐耍，莫去比亚遐耍。啊，恁诶哨子叫啥？比亚是哦。啊，不要去。你是要讲啥？是我讲。毋通去比亚找比亚，毋是是分比亚，毋是，我是讲找啦，找物件迄个找。毋通去比亚找比亚，若无你会落去比亚。你到底想要讲啥啦？无。出社会走总得甲人拼输赢，为着啥家己毋知影？你个讲你无呢？你若要友好时段，毋免等后行。这毋是你的词？对啊。出社会，我前面无声，我想怎么好像特别小声。喂。